认清了中国汉人的突厥祖先比里克考昂在叮嘱突厥人民的铭文中是这样描述他们的：中国人用笑脸和甜言蜜语来欺骗人民，千万别上当，否则你们会死去。中国大使刘少斌在对土耳其外长 Mevlut Çavuşoğlu 的声明做出虚假回应的最后说，西方国家及其媒体编造的谎言掩盖不了事实真相。大使通过全盘否认其所代表的中共所犯下的21世纪最残忍的反人类罪行来欺骗土耳其人民的仕途，正是比里克考昂所描述的其本质所需。的确，编造的谎言掩盖不了真相。让我通过举中共在历史和今天为了保全而使用的欺骗政策和所犯下的危害人类的罪行的几个例子来回答这位大使，以便大家意识到到底是谁在编造谎言。记载在中外中国历史学家和专家们著作中的一小部分例子：一、毛泽东在1942至45年在中共基地延安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二、中共夺取政权前，为了赢得工农的拥护，承认把工厂分给工人，把土地分给农民，但建国后不但不守诺，反而打压人民，使人民落入更贫穷苦难的处境。三、刚执政就开始搞的土改正反三大五大反右大跃进百花四清文革，一直到天安门大屠杀和以下我要提到的近几年来的血腥暴政，导致了1亿多人的死亡。四、中共在1959年派遣军队进入土伯特，迫于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逃往印度，破坏当地民众不够，中共又在1989年搞了拉萨大屠杀。五、正如世界所见证，中共违背了从英国收回香港时50年实行一国两制的承诺，在那里继续着其独裁统治。六、中共在1999年开始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的残暴野蛮的镇压和器官掠夺，从而中国靠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成了世界上移植器官最容易和最便宜的，靠维吾尔人的器官成了给以阿拉伯为首的穆斯林提供最多清真器官的国家。可想而知，中共靠这些器官每年在赚数十亿美元。七、前些日子因感染病毒而死的原中共文联主席高占祥生前所说的现在的身体正在与病魔做斗争，身体的很多部分都不是自己的，这句话以及不断的传来的在各省汉族年轻人也开始突然失踪的消息，证明法轮功修炼者和维吾尔人之后，已经轮到自己的种族成为活人器官的牺牲物了。这些事件发生以来，中国人创造出了人矿这一词。八、众所熟悉，中共于1998年以一家澳门旅游公司为掩护，从乌克兰购买了瓦连格号航母，为了通过波斯佛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向土耳其政府提供了不为军事，而是作为游艇利用，以及相当数量的游客将被送往土耳其的保证书。但从2021年开始起了辽宁之名，作为现役航母使用，足以确认中共的欺骗性。九、中共违背了法国人帮他们在武汉建立 P4 实验室时和他们签署的内含
不生产化学武器，在中国不建立其他批次实验室条件的协议，而在国内其他省市设立了不少批次实验室的同时，在上述实验室生产了新冠肺炎 COVID-19，并且犹如 SARS 病毒，通过虚假陈述来掩盖了病毒的传染性，传播给世界，导致了将近700万人死亡，世界经济崩溃。而且趁世界与病毒搏斗之际，通过欺诈又赚了不少钱。病毒变种在全国蔓延，并导致数千万公民死亡，宾馆容纳不了，火葬来不及，而堆在街上的成百万的尸体明明摆在眼前的当今，又故意隐瞒感染和死亡人数的中共，打开了国门，试图第二次传播病毒变种，再一次把世界拖入灾难。中共每年为宣传拨出100亿美元的巨额预算，在继续通过自己和收买的外国媒体掩盖自己的罪行，并挑拨离间的同时，为了尽可能扩大对内的严密控制和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传播到国外，从而夺取世界统治的企图已不再是秘密事了。为了不占大家的更多时间，不多提中共自己国内的其他许多见不得人的丑事了。反正所有这些都已经载入，并将继续载入史册。至于中共在东突厥斯坦的残暴行径：一、中共声称入侵后更名为意味新的疆土、新的边疆的新疆的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当这个推论被反驳后，他又抛出更为可笑的新疆的意思是故土归心的推论，这不是篡改历史的公词和侵略的证明吗？二、中共在1949年承诺为援助目的暂时进入东突厥斯坦，短期内撤离，但他扎了根并巩固了占领。三、尽管他在1955年定制东突厥斯坦为维吾尔自治区，但从未授予该地区自己法律里所给予的任何自治权。四、连确凿的证据都会拒绝的中共否认集中营，难道西方主流媒体和人权组织的认真谨慎的考察、研究、分析、确认和论证有关集中营的那么多卫星照片、集中营幸存者的见证和泄露的秘密文件都会是假的吗？非理性不就是流氓或者是失去了理智者的症状吗？五、大家都还记得去年5月份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切尔·巴切勒要求去土耳其调查时，中共提出以非推定指控和调查只是友好访问为条件，批准了他的访问。在访问期间没有给他任何调查的机会，而只让他看了一贯的台戏后回来，达到了他在离职之前发表的维吾尔报告中不提种族灭绝这一次的目的了。六、刘大使表示，在所谓的新疆，民族、语言和宗教信仰是自由的。那么请问，继东突厥斯坦建立集中营后，中国国家教育部于2017年发表的声明中所公布的终止双语教育、禁止在学校使用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的决定被取消了吗？如果已经被取消，重回旧制度了，为什么官方还没有对此发表声明？所有的学校都只用中文呢？七、世界目睹着中共挑选去访问东突厥斯坦的那些代表团或个人，要么是在经济方面依赖自己的，要么像这次
被他们组织去访问的一小群所谓学者的具有同样独裁性格的阿拉伯贱人一样，出卖给中共血钱的卑鄙人群，要么就是懒得调查事实的愚人群代表团，而他们都只看到了中共事先准备好了的，只在访问期间打开的书架上摆着维吾尔作家的著作的书店，逼一些维吾尔人做礼拜的一两所清真寺和被逼上台的演员，而没让看到包括被摧毁了的维吾尔历史集市建筑和4万多所清真寺在内的维吾尔文化和历史痕迹，家破人亡的维吾尔族居住区，家被占领无处可去的悲痛欲绝的维吾尔人，在洗脑童话幼儿园身穿着孔子时代的制服，用古典方式受教育的维吾尔孩子们，他们更没有看到如虎监视维吾尔人的汉人干部等人间灾难的情景。今后将去的代表团也不会例外。土耳其外交部长说的非常对，中共就是要土耳其代表团和其他游客一样去东突厥斯坦，只看戏受欺骗，回来当自己的宣传工具，甚至像那批出卖了良心和宗教信仰的贱人一样，成为自己的忠实仆人。难道土耳其政府或者其他聪明有经验的政治人物不知道土耳其对目标是世界霸权的中共来说，比战略伙伴更至关重要的是地域政治的需要，因而中国需要土耳其胜过土耳其需要中国的是什么？土耳其为什么要向中共低头？8. 既然中共断言在所谓的新疆没有集中营，而有基础知识和职业培训中心，那么该问问他们，怎么解释被释放者都是变成残废者并在短期死亡？既然在所谓的新疆有宗教自由，那么为什么所谓的受教育者会抛弃自己的信仰，而转变为只信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无神论者？为什么童话营的维吾尔孩子们不说自己是维吾尔人，而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呢？9. 中共在2017年人口普查声明中曾宣布的维吾尔人口数为1170万，但最近有些中共高级官员给予的人数数字却是600到700万。明明知道大师会抵赖，我还是要问他，在正常情况下世界人口是增加的，为什么土耳其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口在快速的减少？失踪的维吾尔人在哪里？是不是你们的秘密大屠杀、火灾奇观以及给集中营内外的维吾尔年轻人注射绝育针的结果？10. 中共通过播放假纪录片，将维吾尔人描绘成恐怖分子，同时利用自己以及收买的媒体掩盖自己的罪行。我再举一个中共试图指控维吾尔人为恐怖分子的例子。去年中共的几个特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动重大恐怖袭击前夕被逮捕，被捕的那些中共恐怖分子们承认了该袭击的目的就是要把责任推到维吾尔年轻人身上，这就是中共企图给维吾尔人扣上恐怖分子帽子而欺骗世界的丑恶行动之一。连大选都插手他国事务的中共，把世界性的人权问题推定为内政，来禁止到访者的自由调查其犯罪证据，
坚持自己骗人的演戏，不仅是欺负人，更是证明自己确实是在犯危害人类罪，不是吗？中共在国内就是这样无耻无赖，编造谎言，欺骗来统治人民。尤其是最近几年，打压自己的公民的言论、思想、信仰，用先进技术彻底摧毁人民的自由，为了维权而杀害数以千万计的无辜人民。最后，我提醒一下中共在外界的一些举动。中共对外开放，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以各种弄虚作假的方式壮大的经济，在国际关系中仗着经济实力，表现出傲慢自大、侵犯人权、破坏环境、危害他国产业，导致实业和许多工厂倒闭等不良道德，和他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信用陷阱，以及特别是包括美国和土耳其等在他认为是重要的国家开设的洗脑机构孔子学院，又在世界许多国家开办警察所，一步一步地企图接近世界统治。3年以来，故意隐瞒真相来传播病毒，还趁机谋取不义之财。这一切让世人看清了中共的真正目的。我知道中共会否认我所揭露的所有这些反人类罪行，因为流氓毕竟是流氓。但是我相信有理智的人至少会争取通过调查来确认这些真相。我也相信中共否认真相、编造谎言、欺骗本国人民和世界的卑鄙行径不会得逞，只会招致仇恨，最终自取灭亡。趋势也表明这个可能性。你看，抱着把中共的体制转变为民主的希望而资助中共40年的美国和欧洲，不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培养出了一条企图用温水青蛙的方式吞没世界的恶魔，而开始团结起来对抗它了吗？如果民主国家放弃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加强各自之间的合作来对抗中共方面成功的话，那将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很容易打败中共。打垮中共后，他们可与民主化的新中国建立关系，创造出一个和平、自由、繁荣和有利可图的新世界。愿全能的真主让那一天临近我们。